嗱，各位觀眾、各位網友，又係我愛德華河啊！話說咧，就7月5號咧，好撚多人就驚到震個貓王被高佬侮辱，點解咧？因為一個作品叫《我所看見的未來》就話咧將會震佢老母震菲律賓、震日本、震台灣、震香港，全世界亞洲，成個亞洲，全個世界都喺度震於是嚟講咧，就揀到咧好撚多戇鳩仔咧，就冇去日本度旅行啦。其實講真啦，又係啲港豬冇咁撚戇鳩啦。個作品話香港會震得埋一份㗎。如果正所謂覆巢之下豈有魚卵，如果日本震嘅，咁證明個預言係真嘅話咧，咁你香港台灣菲律賓卡嗰啲都會震得埋一份嘅。當然常識話俾你聽，香港係唔屬於地震帶嘅，所以咧震都唔會震得好撚金啊。不過大家需知道，其實我哋香港咧，定期又會震一震嘅啦，只一個係個振幅太低，我哋冇發覺嘅啫。當然啦，有時講咧，我瞓覺咧，半夜三更咧都會震一震嘅。嗱，唔係打尿震，亦都唔係打飛機，爽到震咗一陣，而係咧間唔中瞓覺嗰陣時，我都會 feel 到咧，震咗一震嘅。咁可能咧當中嚟講咧，就可能係香港地震都未定啦。咁 anyway 啦，咁咧呢單嘢一出之後咧，我有啲網友咧就不嬲負撚樣嚟榮中嗰類咧就話啦，哎呀可唔可以震快啲啊？其實講真啦，榮中你唔好撚仆街啦，你已經好撚幸福㗎啦，仆街有自己間房，然之後你食嘅嘢雖然閪，但起碼你都自己自願食㗎嘛。我連自己食飯權都被人控制住啊！我連食一係食鱸魚，一係食君豪，我都冇另一個選擇啊！我有腳，但係唔能夠行勻全世界。我有口，但唔能夠食盡天下美食；我有碌賓州，但唔能夠掂盡天下美女。我何可名，有何用？咁 anyway 啦，咁一係講咧，咁依家嚟講咧就地震啦。咁我就希望啦，真係我所看見的未來，震個老母！